福音並不是忽然出現的一個新信息，神早已預先向亞伯拉罕宣告福音。從起初開始，福音就是神向萬民所顯明的公義與應許。福音是關乎神的兒子，按肉身說，他出於大衛的後裔，並藉着復活被宣告為神的兒子，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因此，福音所應許的中心，乃是藉着聖子的道成肉身與復活所顯明的永生。福音並非單純的安慰，乃是進入歷史的聖旨，也是藉復活得以確證的統治宣告。福音正邁向神奧秘得以成就的完成。當第七位天使發聲吹號之日，那應許就必成全。如此看來，福音始於應許，在基督裏得以成就，並最終完成神的奧秘。因此，福音既是永生的好消息，同時也是神統治彰顯的事件。